这字读爱，加声爱，意思是要必须。教育部的专家爱去病院写安尼啦，是不是很有事啊？爱去你家己去，免烧招哈。爱用国会，爱用心来认真学写字，这两字共款读爱，意思无共啊。既然无共意思，就爱写有意思的字。要求的这字要，鼻音就读爱，就是必须的意思。无人介意去病院啦，是必须去的时才爱去啦。爱用心就写必须的这字爱。台语有真侪字好爱哦，想要做啥嘛讲爱。咱以正常人的看法啦，爱困是喜欢睡，一天到晚的睡啊，甲想睡无共的意思啊。想到就爱笑，爱就是想，这是教育部乱讲的。这字尾嘛会使读爱，想睡就是爱困，想到就爱笑，这字爱才是想，无人会误会的爱笑。爱用有文化赞助的用字，大家才会爱学，敢毋是呢？有文化赞助的用字，你想要学吗？你想要台语就讲你要知，倒伊知，中声知。真古典的台语用词，只有甲骨先生才教会出来哦。咱紧甲学起来，莫互伊流失去啊，好无？教育部只有这字爱，爱小心哦，用字小心，听话嘛爱小心哦。有人讲我爱你，毋是爱你的人，是爱你的钱才爱你。这集学写这两字，阿爸讲的爱认真读册，别总要知无？爸爸买给你，好康的，大家拢嘛上爱。这两字为何会使安尼读？伫甲骨释文拢有说明，欢迎大家参考指教。